继续关心咱国内的豆仔类杂粮，主要拢是靠进口。也毋过咱政府嘛一直有在想办法，想要提升咱家己的产能。农委会的桃园农改场最近就改良出适合北部种植的黄豆仔品种，会当加收一倍。 豆奶、黄豆米芳等等本土食品原料拢是在地桃园种的黄豆。桃园农改场搁较用适当的时间透种，培养出全台湾第一个适合北部地区栽种环境的黄豆新品种——桃园1号。 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农民他的气候风险会比较低啊，因为我们冬天东北季风伴随淫雨，它的栽培的风险会比较高，所以它有中早熟特性。那另外它有一个多分支，也就是说它的分支数比较多，那它结荚数也比较多。 桃园农改场表示，本地北部的气候湿，较无适合黄豆的栽种。不过新品种因为较早熟，收作只需要98天，一季做的平均产量嘛通对原本10公顷的1300公斤提升到2450公斤，加出要1倍的量。每年嘛推展去到南部试种，而且技术转移，进前嘛透过民众号名票选出金圆的名，按挂界通更较灵密国内产品。 一定是非基改，因为在基改的食品在台湾是没有办法种植。那第二的话，国内的品种主要是作为我们的一个食品或者是我们的保健食品，所以在蛋白质的营养成分上面我们非常的重视，所以国产大豆的蛋白质含量基本上都有大概40%左右。 除了推展产销履历，农改场嘛研发大豆大塑调制技术，通互豆仔先移打处理，降低调制损害，提升豆仔的附加价值。记者点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。